來鄉親啊，繼續來看醫美診所偷翕的風波，繼續來探燒。新北市甲台北市的地檢署攏採取着行動，再度針對着光澤醫美診所甲同一個集團減肥的中醫診所京都堂來進行着搜索。根據了解，替這個光澤醫美診所裝設着監控設備的業者，疑似嘛捌佇個京都堂來施工。檢警已經把主機扣起來，要保存證據。檢警出入入，偷翕的風波代志愈變愈多。昨開始做第二波的搜索，鎖定光澤共集團，包括這一間中醫診所。賣線體條皮膚調理，專精中醫減肥的京都堂，用翕費賣線體條的技術，讓人散落來，在業界爭負名氣。位於忠孝東路4段，現在不只是光澤診所，檢警擴大追查，就連同個集團的研盤玉也遭到搜索。經據了解，除了光澤診所關係企業京都堂中醫，雙北7間分店，還有着直通研盤藥中孝店攏去調查，主要是替光澤裝監控設備的業者，敢若爸爸。在咧京都堂施工，雙北檢警動員靠主機硬碟保存證據。是一些差積分的休息大廳，環境很不錯。今天和自己來場約會，這次我選擇負離子研盤浴，整個過程好舒服。其中研盤浴的部分更加讓人袂放心，畢竟來家攏需要燙衫褲，若真正有監控在咧偷翕，對個人隱私是極大威脅。12號，警察閣一擺來到在咧新北邦橋的光澤醫美診所，進前邦橋中山店姓陳的經理，含資安部門姓董的主管叫其阿檢見。如今檢警閣一擺來調查，扣留相關證物，要釐清敢閣有偌濟被害者。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